Hello，各位街坊，大家好，我係叻媽，歡迎返嚟叻媽教室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按揭回贈呢個問題，因為好多街坊揀按揭嗰陣，淨係睇利率，反而忽略咗回贈，其實都好重要。表面上睇好似差唔多，但原來唔同銀行唔同安排，最後拎到手嘅優惠真係可以差好遠。所以今次就同大家簡單講下按揭回贈到底係乜，點樣睇，仲有邊啲位大家一定要留意。提提大家，而家叻媽已經開咗唔同屋苑嘅業主群組，方便大家一齊交流資訊，一齊傾實際問題。快啲 scan 畫面右上角 QR code 加入啦！群組入面唔單止有好多同屋苑最新資訊，仲有好多鄰居會一齊分享消息、交流經驗。好多時屋苑有咩新安排，有咩文件要留意，管理費、收樓、驗樓、裝修、家電呢啲問題，群組入面都會有人第一時間提大家。與其自己一個慢慢揾資料，不如早啲入群，同鄰居一齊互相幫忙，咁樣真係會安心好多。其實大家喺對比究竟揀邊一間銀行做按揭嘅時候，最主要睇嘅通常都唔係按揭利率本身，因為如果係居屋、綠置居呢類有政府擔保或者有協議安排嘅按揭，其實各間銀行喺利率上面差別通常唔會太大，基本上大同小異。真正拉開分別嘅，反而係現金回贈、mortgage link 按揭相連戶口嘅存款利息。仲有罰息期長短呢啲細節，罰息期一般多數都係2年或者3年，個別銀行可能會因應唔同情況有少少調整，但大方向其實都差唔多。所以大家揀銀行嗰陣，重點唔係淨係睇個息口，而係要睇整體優惠邊間對自己最有利。另外，最近好多街坊都問叻媽一樣嘢，就係銀行成日講嗰個現金回贈不超過1%，究竟係咩意思？點解金管局又會有呢個規定？咁今次就同大家講清楚，先講銀行回贈。一般情況下，銀行俾大家嘅現金回贈，通常係成交之後大約1個月左右先會入帳，通常會直接存入大家按揭相關戶口或者銀行指定戶口。至於按揭中介回贈，點解又會有呢樣嘢呢？其實個邏輯好簡單，按揭中介嘅角色就係幫銀行揾客。銀行本身原本要自己出 sales 人手資源去開發客戶，而家中介幫佢揾到客，銀行就會俾一筆中介佣金作為回報。咁有啲中介公司就會將自己收到嘅部分佣金，再攞一部分出嚟回贈翻俾業主，所以大家先會見到有所謂中介回贈。不過中介回贈通常唔會同銀行回贈一樣咁快，因為銀行要等按揭真正提取咗、成交完成咗，先會將佣金俾中介。中介收到之後，先再安排俾翻業主。所以中介回贈通常要再等耐少少，未必一成交就即刻收到，呢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。咁究竟1% 回贈係咩意思呢？叻媽用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同大家講。假設大家而家借按揭100萬，咁1%即係1萬蚊，即係話如果銀行俾大家嘅總現金回贈係1萬蚊或者以下，咁基本上就屬於正常範圍，冇乜特別問題。例如假設一個單位樓價係大約100幾萬，而大家成交時向銀行借足100萬。銀行如果俾1% 現金回贈，即係1萬蚊，呢1萬蚊係唔超過規定上限嘅，所以整個按揭安排一般都可以正常處理。但如果情況變成咁，銀行本身已經俾咗1% 回贈，而大家又另外經按揭中介再收到額外0.2% 回贈，咁即係總現金回贈加埋變成1.2%，借100萬計，1.2% 就等於12000蚊。咁呢個時候就屬於超過咗金管局規定嗰個1% 上限。叻媽想特別提醒大家，呢啲情況一定要如實申報，千祈唔好諗住收多咗又唔講，或者覺得只係少少錢冇人知。因為呢啲規定唔係銀行自己定嘅，而係金管局有要求，大家申報按揭安排時一定要講真實情況，唔好為咗少少額外回贈而做啲唔誠實嘅做法，冇必要冒呢個風險。咁如果真係超過1%，會有咩影響呢？其實最主要影響唔係話大家收少咗回贈，而係成交當日銀行可以借俾大家嘅金額要扣翻超過嗰部分回贈，即係話如果大家借100萬，但總回贈係12000蚊，銀行唔可以足額借100萬俾大家，而係要扣翻嗰12000蚊，實際只可以先借988000蚊。換句話講，嗰12000蚊大家要喺成交當日先自己攞出嚟，當作多付咗一部分首期。不過大家要明白，呢筆回贈並唔係冇咗，之後銀行同中介照樣會按安排俾翻大家，分別只係大家要先墊住嗰筆錢，等回贈正式發放時再收翻。
所以超過1% 嘅情況，核心問題唔係值唔值得收，而係大家手頭上有冇多一筆現金去應付成交時改一下先。所以其實講到尾，大家衡量要唔要收超過1% 嘅總回贈，真正只需要問自己一個問題：手頭上有冇多餘現金先墊住嗰筆錢？如果有，咁其實之後不回贈都係會返返嚟，問題唔大。如果冇，或者本身已經好緊，唔想成交時再額外攞一筆錢出嚟，咁就未必適合拎到太盡。換句話講，呢件事唔係話可唔可以收，而係睇大家個銀包頂唔頂得順嗰1、2個月，頂得到咁多啲回贈當然好。如果頂唔到，咁情願穩陣啲，唔好搞到自己成交時壓力太大。好啦，今次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喺叻媽嘅線上小課堂入面，仲講咗好多更加細緻嘅位，亦都有唔同實際案例同埋行動指引。如果大家覺得有用，想睇完整版，歡迎 PM 叻媽拎返報名鏈接，早啲了解清楚，之後真係可以幫大家行少好多冤枉路。如果各位街坊覺得今次內容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、留言同埋分享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收樓、驗樓、按揭同裝修資訊，亦都歡迎 PM 叻媽。叻媽會繼續同大家拆解更多實用內容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